隔離呢一度咧係教學室，因為佛山咧呢一度係好出名嘅係石盒，咁呢一個館咧就係會教點樣去以石盒做一個醫術啊，同埋點樣去做呢個石盒嘅。安徽霍山石斛種植歷史悠久，早喺唐朝，霍山石斛就被列為貢品，可見當時人哋已經對佢有所認知同利用。不過，古時多為野生採摘，隨住需求增加同野生資源減少，人工種植逐漸發展。明清時期，霍山當地就有一啲關於石斛種植嘅記載，人哋開始嘗試模擬佢嘅野生生長環境進行培育，但受限於當時嘅技術同條件，種植規模較小。到咗現代，尤其係近幾十年，霍山石斛嘅種植技術不斷改進同創新，科研人員通過深入研究其生長習性、攻克咗種苗繁育、栽培基質、病蟲害防治等關鍵技術難題，使得霍山石斛嘅人工種植逐漸實現規模化、規範化。如今，霍山石斛種植已經成為當地嘅特色產業，唔單止有效保護咗呢一種珍稀物種，仲帶動咗地方經濟發展，令呢一種有着千年歷史嘅珍貴藥材喺新時代煥發出新嘅活力。